阿 Bob 個大女林菲兒17歲，近日咧遭到網民咧留言性騷擾啊！佢直接用骯髒、過分4個字嚟反擊，仲話要為女士發聲添。我好支持呢個正義嘅行為，好欣賞佢敢作敢為。相信佢喺心入面咧肯定係有唔開心啦，同埋委屈嘅，但係都可以咁勇敢喎。由此可見咧，佢係一個內心非常強大嘅人啊！而佢嘅勇敢好大功勞係來自於父母嘅教導。阿 Bob 咧平時咁忙啦，成日出去做嘢都可以教出一個咁勇敢嘅女兒，相信咧係有幾方面都做得好好嘅。首先啦，佢身教做得好好，就係唔使理出邊啲人講乜啦，只要知道自己做嘅事係啱嘅、有貢獻嘅就去做啦。另外啦，無論外面幾大嘅風雨、幾多嘅傷害，都俾個女知道，翻到嚟一定有屋企人撐嘅。最後啦，佢媽媽平時喺屋企咧，相信亦俾咗個女好多嘅信任同埋鼓勵嘅，讓佢咧由細到大喺一個有愛嘅家庭去長大。就算受到傷害啦，內心嘅強大咧都足以去支持佢去面對嘅。而家網絡世界啊，就算大人遇到網暴都難頂啦，何況係後生女。所以透過今次咧，希望俾更多嘅家長知道啊，真正嘅教育咧，唔係淨係讀死書啊，而係能夠教育一個人有乜嘢嘅品格，同用乜嘢嘅態度去面對人生，先係真正幫到佢哋之後踏出社會，對所有嘅逆境同困難都可以處變不驚，樂觀咁應對啊！